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我係馬中寶，歡迎收睇呢一集與馬同伴賽後重點分享。本集內容純屬個人觀點及分享，並不構成任何建議。喜歡我頻道嘅朋友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。2025年11月26號星期三，9場谷草 C 跑道，場地掛牌為好字快地，想分享下。場次213 4班1200米，1號馬冠金旗，孭135磅，12檔起步，沿途3、4碟，入直路最外追，最後200距離前領馬2、3個馬位，潘頓車輪邊推打，最後輸頸位。呢場排檔差，走蝕位，步速慢，好難追，先紀錄低。好啦，我馬中寶繼續透過賽事影片揾備忘馬俾大家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，下次見。